大家好，我係 Dave 哥。2026年3月呢個開局真係殺到好多人措手不及。你而家睇住倉位亂晒龍，心跳加速，血壓上升。放心，你絕對唔係一個人。美爾突襲伊朗，直接引爆油價衝擊波。布蘭特原油一度衝上84美元。本來睇淡油價的策略師即刻集體反車。高盛更明確警告，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再封多5個禮拜，油價隨時見100美元。呢把火即刻燒埋債市。美國10年期債息本來想回落4%心理關，結果油價一升，通脹預期反晒嚟，債息彈反轉頭。最嚴重係 Move Index 突然急升，觸發強力 squeeze。亞洲市場受創最深，韓國 Kospi 兩日累跌超過18%，單日跌幅打破2008雷曼同2020疫情紀錄。散戶之前瘋狂開孖展210億美元，而家即刻人踩人式斬倉。雖然美股短期會被嚇一跳，但歷史數據顯示佢對地緣政治衝突有驚人韌性。除非衝突真係嚴重破壞全球增長，否則多數唔係末日。不過真正要留意嘅係技術面嘅暗湧。標普500喺7000點有巨額期權倉位壓實。3月16號開始，公司回購進入靜默期。如果跌穿6750呢個關鍵位，CTA 電腦盤拋售壓力隨時好大。我已經喺 Patreon 放咗深度分析，連結喺留言區，利用專業視角避開盲點，捕捉機會。